来看台东县离奇的稻仔，目前都要开始吐水咯。前一阵哦，加载是要去互风台扫掉，也毋过最近哦，关山的农民所发现讲，田里哦有一种看怪虫，伊会食叶仔，一暗晡2分地稻仔，叶仔拢要互虫食了了咯。台东农改场是认为讲，这是一种叶的幼虫，呼吁农民哦，就利用暗头仔来钻叶仔，杂草哦嘛爱赶好清气，来防止虫害扩大。关山镇的农民甲因种的稻仔搬开，看到滚的所在有几多只虫，叶仔拢互因食了了，只敢剩稻基啊尔，情形真严重。有一寡田敢若一暗啊尔，叶仔就因困甲空空。到底是虾米虫？农民无啥清楚，想要喷叶仔，佫担心后个月就要收割，会有农药残留，影响收成。较严重，看咧一丛内底拢20-30只，可能超过25只怪咧。增加好几遍农药量啊，还是没有办法。我还是建议哦，我们政府应该要让农民烧稻草了。台东农改场研判这种虫是暗时规定出来，叫做野蛙的野的幼虫。这么秋天气较冷，脱了真紧，正伫暗时敢若贼仔共款，甲规大片的稻仔田的叶仔拢食空空。建议农民会当伫尾仔时阵喷防检署公告的防野的药剂，效果较好。那到后期它会分散到各个稻丛，而且那个食量会越来越大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说稍微有一个不注意，就有可能会造成就是大面积的损失。台东农改场提醒农民，喷叶仔了就要等安全采收期过了才收割，就让降低农药残留。关山镇公所估计，目前受虫害面积超过100公顷，可能也会有虫害发生。台东农改场是呼吁农民，伫田花路的草啊也要管好清气，互叶仔无所在避，灾情才袂扩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